你还蛮敢自己跟自己干杯，那没事啊。好上路吧，快点！莫别讲啊！我的怎么那么慢？真的很明显呢，有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哇，火烈马，跟梅勇蛮冲的，因为我是水岸第一排呢。你水岸第一排，第一排很挨吧？这个其实可以收那边的，真的可以了，有啦，连续一白嘛哈。哦，七斗拜，哦， 6拜，一礼拜，一礼拜，所以是小心肝吗？生理期吸虫的小心肝，你应该有讲哦，他老公会吓死吧？吓死！用过嘅牛奶还走得用哦。我可以喝啊！我先帮你猪肝当酒，你喝喝看。平常应该交友广阔，怎么会？是现场有谁是他朋友吗？你很爱朋友啦哈，不要再站过去了。不要再站过去了，因为他刚刚头发加上去都没有那个冲都拿出来。我毕竟不是空少嘛。我会听谁吗？头发排队，他等我，哎呦，我今天帮他开大火一点。不是你的小心肝哦。懂，大家懂，懂大家懂，他干妈妈又散火。闽江速靠楚一后，大家懂。啥话都懂会多，按照节奏，看不见来小姐，那个好吗？你要搞好吗？搞好吗？好累的开场哦。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变成按奶呢？里面呢，我们把我们所有嘅来宾嘅 T 恤全部串联起来了。闽江速靠楚一后，又干又有才艺。嘿，完全是个讲爱啦哈。哎，大白记得落来时节哦，大家都冇看到，观众朋友都唔知。对。我们在扫那个盘子的速度哦，会吓到人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没有都偏宠爱呢？丫头姐姐哦，说真的厉害了。哇，一级棒等级。你要知道，当参赛者全部都会妈妈 S 键，嘿，现场真的火花不得了。俺老讲，你下参加几个自主还要海选呢。真的。在李明之间怎么还要推荐呢？男主持人怎么还没有海选过？哦，拜托一下哈，现在懂大家懂。好啦，先来分享评审欣赏，马上来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你大家好。歡迎報告，大家翻到係節奏之王大范青。懂得懂，大家好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風吹潛水站，係來自新北總部嘅表姊妹哦，分享到杜桂香以及中春菊。歡迎，大家好，漂亮哦！今天还要穿队服，对不对？对，真勇敢哦，而且还是我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會懂大家懂哈。先宣布我们得第一名。喂，條家咧，咱全掹出嚟，咱全掹出嚟，再下來看一下，白添了就係咧就勝出續杯咯，呢條係宜生黨哦，七彩一老虎雨千，歡迎。太高了，懂，大家懂，懂累了。懂到等下有冇分配咧？我们待会好好跟大家介绍。先从红队老太家讲起，哇，澎湃嘅料理呀，系乜嘅？改良过的，改良贵良，卖做嘅。龟熊，桂香姐，你有没有按油出来吃？那看起来撩动豆呢。我跟你说，他厉害。桂香姐呢，佢冇乜嘅事情佢做唔得咧。而且呢，佢也3年厉害，佢还是管理过120平台嘅部嘅，都是他来做家事管理的。春菊姐唐贡黑之前有做过青岛红呀，餐厅也有做过。有。韩刚呢，家里面很多的都是，也都你自己来。对。对，来做这样子，而且吃饭后是都要给他所有的员工朋友都说，number都到你家吃饭就好了。哇，太棒了！那员工大推呢？对啊，最厉害拿手菜黑马盖。哦，卤牛的，卤牛的，嘿，咩法版哦？没法版。今天是不是拿着必胜的决心来？对，哎对，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对，女人最怕输。我们这边的性别你要看一下吗？我跟你讲，女人最怕吵架。哦，你要骗逮了一个，哎呦，也是客家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唐公你要做咩？就别最有名呢，number one 的。也天魔走，让天长又走。这么傲娇哦。你天魔，所以怕热啊。我老公爱上节目哈，用为了你爱走。哇，这个是在竹北系冇客家点先店啊？唔係點解嘅3中，佢
三中去每啊都有主编音上的三中块，哦另外都该例行市场该甲一路该走。真更好吃的，因为给体条还太亮，对对，它是比较有颗粒口感的。对不，过听说你们给力来上节目是为了有一个人要特别在家里面宽天丝哈，哎呦，要透过镜头跟他喊话，对不对？讲话一下，来讲话一下。阿爸还送甜食，阿公送甜食。那就带来买个才艺表演吗？讲。你冇练过啊？基上讲吼，呢度节目当够啦，我们要先玩游戏。等下真的有才艺表演，因为是演技大考验。冇唔错，阿公就要看哦。没错，阿公每周都天使给面前团坤啊哦。好，马上来进下体育馆嘅 PK 赛。向前变困啊！介一关会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福卡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咪系当重要嘅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准备来 PK 咯！第一关题度呢，一定要来考验嘅係大家的演技的部分啦。嘿，向前变看啊！因为有做出来细节了，观察力了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透过一段演示来表现看啊，在3个试吃品当中呢，用哪一家系攞其他2种冇重要。如果猜出来，猜得对，就得多一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先猜拳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嘿嘿嘿嘿，你们先。确定吗？可以啊。想先还是后？主持人的。好了，主持人说好。还没公布，还没。不然这样子，我们离桌子近，啊，近水楼台，好不好？先来喝钱。好，咱水就先来搞了。可以下题度多加很马街，70分先抢公好布。，推班冻有名的珍珠奶茶，唔过吼，3杯其中1杯係哈姆的珍珠奶茶哦。来，彩玉姐，你先来喝好不好？呛色的色，要吸管吗？不用是不，是？他要干杯嘞，我干嘛害自己的队伍？哦，你听没啊？这样喝完吗？要喝完吗？你至少要一半，至少要一半。哎呦，还有进驻哎，还有进驻哎。哟珍珠要10天吗？而且在吗？ 是吧？ ，50哈。他吞了好几次口水。係啊，你口内甜甜嘛，莫快停住哦，快停住哈。好，来下一位，玉琴，第2位哈，你不要欲擒故纵哦。他演的蛮好的。对。他好像蛮爱喝珍珠奶茶的，點會講過呢？冇表情。冇表情，很咸哈。凍喊吼，唔係哦嗎，？这个是故意吞的口水，哎，故意吞的。来，伯好，谦，来来来我，先，浮夸系演技派的来，你看自己跟人家當沒事啊，多了，快点。冇我俾講，不是都干杯了吗？對，全部都乾了呢。珍珠不吃吗？你不是最爱的？哎呀，哎呦，好，快流眼泪了。你要便宜買個熊飯嗎？主持人。馬莎，主持人，好了，那就要不要猜他？坐在啦我觉得可，以，要不就是他，要不然就是彩鱼姐，馬莎有一定可能。他自己再喝一杯。我相信他，馬莎出了一定可能。一小口就好了，一小口，可以買個梅湯。一小口哦，不能喝掉哦。好了，有没有咸？你沒出來嗎？是用配音哦，我叫你啊！講翻，甜了。騙了。好，哇，好厲害哦！我在黑馬莎，好，珍珠。真的。你经过小型的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咪咪笑，哎呀，哎，不过彩玉姐你真更厉害呢。啊？你们想不想看斗台有几憨？誰要喝喝看？没關係，因為我最近已經失去味覺，你們不是不知道。你這春菊姐觉得蛮新令款款啊！来，春菊姐，好來，好來，令款款，多人有人啊，冇人哈，来敬天地。好了，乜解梅湯？动活力，凍好你，很好喝。我愛喝甜。你小妹妹反的嘞。好了，去了，真的真的。藍隊獲得1分。接下來我們就攻守交換嘍。已經配合了，
风吹已經準備好咧，來請小戴師傅共譜題目。天飛客為搶台價是台灣古早味的黑糖涼糕。怎麼那麼好？唔過呢，地背都有一蓋哦，係黃連粉哦。會哦，啞巴吃黃連哦。搶誰嘞？好來，好，快來快來。吃小的就好。因為網頭那黃連什麼係會網色群魔買群魔出來啦。你看整個團機吞落去。好，吞落去咧，黏牙齒啊。好嘞嘛哦。好，民主王一嘞，我的怎麼那麼大？真的很明顯呢，有對，為什麼會這樣？花枝蛋就好。好，坐低，好。凍薑粉團機。一芒是落去，也皺眉頭了 ，too much。哎呦，這是他生我氣的表情。又講。總得炸起來，總得炸起來。要換下一位嗎？好，我們看桂香的時候，同時那個餘光哦，舉一個千本上面。好。那個按誰對了？還好我的有一個比較小。哎呀，蠻奇怪了。這一般就後續每週的續盤啊。做對嗎？因為想到嘛嘅喏。好，台題款出來咧，我們先用3句法，就是緊胸誒這種。緊胸誒，可能唱誰嘅春菊？我也覺得春菊姐，她就覺得好像有可能不夠。我覺得他有吃不夠。那你呢？你的想法，玉琴？我覺得是主持人。主持人。所以桂香姐我們先刪掉，對不對？好，該聽一下。我們決定是春菊姐，然後由彩魚姐去試試。馬上準備用意了。我先吃。懂完換你吃。哎，你口蹲呢？一版啦，一版，一版嘛。哎，不是要吃嗎？你搞，你緊緊搞，豆腐啊，那麼苦，真嘅假嘅？好苦哦，我吃不會苦啊，你的不會苦。超級苦，厲害厲害。對，不會苦啊，我覺得。但是我覺得我們彩魚姐她的觀察力很對，很厲害哦。佢吞得動準。所以按用線譜一下，咱最終強得到係兩分。加油！係啦，沙丁下來哈，莫食苦咧，我食澎湃咧，所以沙沙來看一下小戴師傅，我打來馬嘅料理，我搶大家的哦。梅蓉難創咧，因為我是水岸第一排呢。你水岸第一排？第一排很矮吧？其實可以收那邊的，真的。可以哦。因為對啦，連續一擺嘛哈。哦，7斗拜6拜，1禮拜1禮拜。這是小心肝嗎？順利去西蟲哎，小心看。你應該都講哦。這他老公會嚇死吧？嚇死。主廚素魯菜，小戴師傅今日又帶了澎湃料理，大家忙試試各位哦。不過太強您整塊，特別是我們紅隊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至少我們這一關得1分。好 ，OK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川苗還蠻乾。蝦醬紫蘇燒肉。哇，你在噎他們紫蘇呢？那為什麼是醃？紫蘇，因為我們先領先2分了。啊，食材。拐死啦，拐死啦。等下五花肉。哎，炒。等下是調酒夠。油夠，蠔油。蠔油。給我媽薯條、麵粉，來酸甜醬，比較偏東南亞的料理的做法。等下拼一下，深呼吸。不可能每次都是要我來的。啊，不是你的。我沒有做效果，真的，你給他一秒就好，你給他1秒。哎呦，啊，是什麼？那個釣魚的魚飼料嗎？真的沒有啦。你們好奇對不對？魚兒。你們要聞看看嗎？這是魚兒。這邊就已經聞到了。你確定？聞過了，你可能1個禮拜會失去味覺哦。哦，你可以插在鼻子上啊。棉花棒有沒有插到？你要口袋黑毛帶回去給他蝦醬他跟我說他不知道什麼味道。它就係蝦醬啦。蝦醬，哎，蝦醬。蝦醬空心菜。然後給它紫蘇葉，給它生菜葉，越南春卷皮。
来，猪肉哈，皮已经去掉了，为什么不要皮？因为你煎过以后该猛咬啊。一边做啊。硬袂行硬啊，跟猪皮袂行啊。那我们用卤蛋糕看到动工应俩分享这种春卷皮的做法，因为打白时会选西这些会买一些台爆，但是你吃完之后又剩一大堆，都带有用感三，所以大家就会分享很多。比如讲剪掉水之后啊，咱做啲垃圾切挑，这个长就都要从板挑的口感。来，猪牛烧锅要给卤一下。哦，卤一下哎。对，用吗？那去腥吗？对，稍微让它去一下猪肉的味道。好，油果，其实油果冇按豆哈。有个还唔怕去袂下甜，袂下死咸呐。对。你又在椰刚哪位姐姐喝到珍珠奶茶实现吗？哎，是你们那一组的。哦。哇，这个最香的虾酱了。等下要求臭豆腐强融啊，片落冻潮，洗落冻血。有虾酱、高丽菜、空心菜啊什么的，就会变好些。等下姐拌的上点麦多吗？麦冬。所以虾酱它的原料是有一种虾银虾冻水，水母盐用那个燃，大量的盐下去让它腌制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变成发酵。所以等下你有煎呢。哎，来录一下哈，烧狗录一下以后就放个我们的。你虾酱大概放2 CC 而已，哎，它味道会很重，而且它会咸。它会汤哦。就一般鹿肉的凤蟹啦，主要就是虾酱捞配上你好冇强用。大家用怪丝会做乜嘅料理吗？妹，哦，怪西莫哎，小白爱家用专门紫苏梅，一家紫苏梅。好，有今天对来垂堂考。来，红队请注意，红队请注意我哦。们听。来哈，有关该指数的叙述，哪则系唔错嘅哈 ？A 富含 DHA。B 可抑制新冠病毒 ，C 不适合孕妇使用。猜拳，红队跟蓝队各派1位猜拳。剪刀石头不，还有排谁啦？莫一听啦，你有猜题目，哎，我觉得是 C。确定哦。炒高，炒。我们这边有高科技专业哦，玉琴。哪则高科技？玉琴啊。适合孕妇食用。它不可能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吧？哎，莫一婷啊，它是该种天然的呀。假实基做的抑制新冠病毒，该世界什么安流行嘞？要，那就，可是我是不知道答案的，因为其他都给题。最后3秒，那就 B 啊了。好 B 哈，好，瞬间被玉琴说服。我吃上线嘛该。好，对，确定哦。 C 确还是定 A？ 哦。你也答 C 吗？确定哦。好啦，就是 C 的啦。好，风水小姐 C， 蓝水系 B， 正确的答案是 C。因为该紫苏油啊含有阿法亚麻酸达56%到65%的之间，因为该台独型也必须有充足的阿法亚麻酸，因此该紫苏油冻后的摄取来源有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哦。真的哦，所以当然那嘿以 C 后哦。你怀孕的时候啊，哎，我现在就怀孕了，你打看看。所以其实对平头可能每豆小肉都有帮助啦，多少，你还摸俺豆啦。它是天然。所以要多吃紫苏叶。好，安妮你啊，紫苏叶一点点，你看它米汁是浸够水一下哈，米汁啊，这样猪肉用下去。哦，也偏加的也得猪牛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其他人不讲我都不紧张，明珠讲就特别紧张哦，很奇怪哦。好，我不讲。这样子。哇，这很酷哎。这了解比较主流啊。这比较偏越南的一种做法。反参加一家自助做得又好咸啊又好高，哎，还有好东西。对，真给你提供怪西，原来是适合孕妇吃的，而且对于小朋友的大脑都好啊呢吼。你做的皮面那种平头盖。对啊，真的，而且有本亚给啊紫色、老强色的紫苏嘛，你本料理啊有个强色的紫苏叶啊。烧烤店也有时候也会配那个紫苏盐。你有包给多少？薄切还是油炸？我先吃素啊。两家就好了呀，薄切就是包叶子就好给他。包叶子，嘛意思。包重啊。
好像可以哦。我觉得徐师傅，你可以在另外一边帮忙一起包哎。因为它还没软，煎哈，煎给我们用好煎。应该很想帮他。你很想帮哦。对。琴瑟和鸣。没有手有点那个痒。对。那你可以在这边帮忙。哎，台哥，我用米橘做嘛个料理吗？其实我自己没有买过米纸哎。你都是在外面直接吃越南的那个？都在节目吃。会吗？米纸虾饼。啊，对，做虾饼每周都用月亮虾饼，就是里面那个用虾浆、花枝浆，还有包子用那个面。但是你们知道，我都用那个面皮那个蛋饼皮也可以做月亮虾饼。那种那个叫做搞春卷皮啊。不过米橘啊，那个如果你要下减糖系列，它都已经连下用豆腐皮和鸡块，可以，那个练豆腐面什么的。哇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很清爽哦。等下给我加一下个东南亚的椒，对，酸甜酱。它这种的点心呢，也可以慢慢调呢。它这个一定是有加糖，鱼露吗？鱼露一定有，柠檬。哦，然后练嘛，对，梅牛蛮冲的。因为我是水岸第一排呢，你水岸第一排就不用给他打。第一排很挨吧？这个其实可以收那边的，真的可以哦，真的，给你们提神一下。好，虾酱紫苏烧肉，按钮就后切喽。哇，替白都酿酿跑地图呢，闻到这么浓郁的虾酱的味道，对，有没有觉得置身东南亚？置身直接虾酱里面了吧？真的是看，走在起来，我们去这样吞落以后嘞。好，这要一口吃啊！哎，跟榴莲香肉皮起来当球，我食起来啊哦，一棒。你是比较玉琴，你会不会吃太快？不就一口吗？闻起来梅头当送，吃起来没感觉。紫苏很搭哦。啊，虾酱油吃起来跟肉清香。你都讲同啊，我不认为是讲啊，佢甲紫苏叶本来係淡的，啊是到有甲紫蘇葉的梅頭，是到凍清爽凍好食。是多。口舌这一道料理应该没有人有吃过吧？哎呀，有些想講，就算伊都熱，咱冇愛用迄個料理啊。那在家里面，你就用安利它给它含足牛啊，也可以包到米纸里面去，因为咸猪也是偏味道比较重嘛。做的有做边发。好，现在成绩呢，显老太家显不一样，红翠呀1分，蓝翠2分，鼓手红队加油喽！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喽！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寒天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呢係家家出好菜，唔過今日嘅教法冇夠用哦，是過來自聽菜式，請問菜式嘛嘅？炒豬肝。哎呦！哎，你其實都難哦，超難。哎，豬肝啊，看起很軟嘅，也很硬嘅。例如說過勞就會太硬，過勞，太硬，太硬了。你幹嘛哥？哎，對啊，這樣。哎，唔過真嘅要炒豬肝呢，它有它的技巧。對。不過兩隊都是很資深的廚師，先來看一下風區哦。今天這個豬肝，折省章可以買的嗎？中否市場？嘿，哪個市場？勝利百貨，對，勝利市場，勝利。這個炒豬肝平常接炒嗎？冇按接炒，好實在，好實在。按接有炒。練習嗎？起伏有點大哦。有練習啦。有啦，練習一擺嘛，哈。哦，7道拜，哦6擺1禮拜，要人又冇人，一年下嘅炒出來看到豬肝會驚。唔係驚。我先生當一種假是豬肝。哎呦，他只是受害者。今天開始不用再吃。你敢做起朋友嘛，那種的朋友也是，是。好啦，最杯米館老太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稍後咧看下咱處理鴉片哦，用豬肝做乜嘅料理呢？先撈嗰種誒鮮奶，
哦，鲜奶嘿，鲜奶精工，还有呢咯，鹹肉會鹹肉。有做功課哦。又厲害哦。而家係嗌隻朋友出事，哦，去教嗌，嗌創煮，嗌成煙大盤，炒飯成煙大盤，好，嗌來等一大盤。你蛋想拱俩豆甜甜呢，我就觉得胜算很大。我们才是在胜利买的猪。我们才是综合胜利市场。到先人賣。變起來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加油！用這對件準備好勢，而家係一個什麼人嘅主管大戰？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莎莎開始。這是女人之肝啊！對啊，主管這蛋腸潮是動好學，但是我發現兩片準備的東西冇嘛強調。哇，這個其實動態婦嚟啦，不過動態婦。來啦，來看你下。哎，動氣耶，那款該 set，所以是小心肝嗎？生理期西蟲嘅小心肝。用過嘅牛奶還做得用哦。配合啊！豬肝當中，你喝喝看。平常應該交友廣闊，怎麼會？是現場有誰是他朋友嗎？你很愛朋友啦哈。不要再站過去了。你要這樣過去。因為他剛剛把加上去都沒有跟他高。我畢竟不是空少嘛。哎，動氣耶，那款該 set，所以是小心肝嗎？生理期西蟲嘅小心肝。你應該都講哦。係咪喺度估咧？等於仲係先。他都會嚇死吧？嚇死。唔會啦。但是講做乜動好事咯？係係。要按咯嗬。誒要唔得加講。貴陽記你去架實在係嗎？係啊。啊，你都要等下娘辦處理了主管哦。佢下呢種水。前面的有處理過嘛？因為豬肝沒了這種顏色哈。有，我有種水，還從啊尖，係尖壓力，做得啦，尖水啊從水。哦，係啦，半夜血水啊。係啊，兩片嘅方法都冇強濃。啊，你好建議哪種哦？其實兩片都建議，最主要係改變的溫度啊。你知道那個水的溫度要用幾多嘅嗎？你啲解木煮嘅水要凍盤嗎？哦，水，係啊，水嘅下呢嚟關掉嗎？係啊，你要用燙嘅係浸嘅，煮乾啦。我用燙嚇，我冇啦。我用膠嘅呀，用浸嘅。誒燙誒嘅日當誒成做嘅係咪煙？哦，你有錄埋嘅東西，米酒，我當米酒，米酒，還有乜㗎？還有錄乜㗎？胡椒粉，胡椒粉，還有咧，各位人，還有便宜粉，在家裡練習這一個禮拜，沒有人跟你對話哈。有啦，沒有人一直問他問題。係冇有。你感覺啱啲會凍炒嗎？耶！會凍炒。先走吧，那我們先過去。我們先控乾好了，拍攝，慢慢做，慢慢做。哎呦，還有整牛奶呢，仙草奶凍，這是懲罰是嗎？等下直接誰喝到仙草奶凍？沒有，等下還沒洗聽。應該玩會搶水仙草嘛？奶凍是敢給我玩這一招，我真的會絕到爆。要不你怎麼吞下去。係嗎？唔怕，唔怕，我叫你做唔好做啊。哦，不是，我等一下還要抓鹽巴。但是整牛奶的目的係為到乜計？鹹肉，所以食起來會有能香味嗎？我是洗不出來，但是鹹冇硬啊。哦。那玉琴用過嘅牛奶還做得用哦。冇會配合講啊的，你喝喝看。平常應該交友廣闊，怎麼會？是現場有誰是他朋友嗎？你很愛朋友啦哈。我啦盡快了，唔好啉下河啦。係啦，唔好啉。咩冇下河是冇練，總得練，對，總得練。好啉啊！來，繼續。那個玉啊，玉琴有結婚了嗎？哦，結婚了，剛結婚，剛結今年新婚，今年幾多年？幾多年次啊？就6、7年，嘿，對啊，新婚來的新婚， 6、7月結。哇，這樣結婚就要煮飯了哦。所以你會煮嗎？沒有，我都去阿姨家她。新時代女性哎。佢怎麼攞嗌呀？食啊，梗係偏東大年來，甜豆。第二餐的午餐。大公司長微波，他會讓你點菜係嘛？我喲，你最後食乜嘅菜？
我是煎鲑鱼啦，哦，那我也要去。三杯鸡腿肉，哦，还有嘞，魔怪，魔怪。但是炒豆呛出来。哦，阿姨煮的动清好食的哈。很健康。今日吼，到天冠虚街咯，我又聊到大家讲过，我们玉琴是做科技相关的行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哪方面的 AI 的吗？有一点关系，对，那就是我去业务之前的空姐，哦，啊，刚好2020疫情，疫情都走嘞，摸走是回台湾了。还回台湾，本来没到台湾去了那你先生是机长吗？不是，空他是少本。来是结婚啦，干脆是哦。认识日本走拢下，没在台六。台了，好，好这个关于他飞哪里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对我们先过去过去那边看一下啊。同好嘞哦，哇哦，要不要拿起来？太干了，太干了，太干了，千万不不是行。太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太那个。我们还有一半可以练习哈。对，还有一半嘛，哪里？不要泡着吧，不要泡着。另外一半在哪里？在哪边？永泰嘞。我们还有还有后面哦，可以来餐就对啦。可以啦。几遍水系吗？那个一点，嘛干，你哪个讲？我要糖，糖呀，我会把它拌，要迄变水系吗？冷水，温水，冷水。哦，干嘛改？该地叫怎么调酒叫哦？叫该调味料先我要挑好叫快炒嘿，快炒全部下夹，叫熟成度使又赞嘞。听用吗？哎，嘿哈。他已经练1个礼拜了，老公已经吃到都快要变成比较快。所以猪肝本人。所以你该要干嘛的东西？蚝油系吗？还有嘛？东西蚝油蚝油，阿哥挑油，蚝油、调油、嘿，啊米酒，哦，糖，嘿，阿哥胡椒粉，胡椒粉，还有秘密武器五醋，乌醋，嘿，我都跟他加下去了，乌醋，所以你等下有快炒的哈。对，所以这个很专业。叫叫嘛，白白个辣椒，白白个葱，白白个落去炒下夹嘞。你啊同好嘞。啊，你姜磨切按姜嘛，赶紧弄掉去讲买咯。他说浅摸俺酱啊，全部按酱，铁发啦，有吗？基本上他们已经开始在出现分裂了。分裂对，没错。你都两三比较认教哦，认教。恭喜才该用麦听到唔怕。哎呀，给个。这个我看起来觉得好小。切出吼，还要个是结下咧，厝诶伊无动无结下咧。哦，有没有火？有没有火？240。桂香姐，我跟千面对，你可以噎他，怎么会用那个滤网来炒？不，没有看到过程啊。后面小红酒了。我表丢天了。好了，有公平啊，有公平啊。可以的，你干嘛这样？等下，不，两个要好前面掉。对啊，还有锅子前锅子面一点。放前面一点，温度比较。对，我们没有用过这种锅没关系，对啊，葱哎，还没有香啦，姜味道还没出来啦。先要去边啊，姜要味道出来，也要姜味道出来。所以不用啊，这已经是在是丢了呀。哎，你炒了。你炒，对了，你炒了，哎，我要炒这个拉一下，不要吵架，来，不要吵架，我来炒。不要吵架，好，好，你们先炒，我们看那边，我们先看那边哈。上来了，有哦，哎，这油你有没有很公司的？做法有点像。腐茶油，腐茶油，海洋参。早说你敢吃苦，刚刚那个就给你吃。如果腐茶油会腐啦，而且苦茶油对身体很好，比橄榄油还好。真的。还有 omega 6，而且跟奶够温，对，耐高温，麻油不耐高比温，橄榄油耐的温度还高。哦，麻油、橄榄油这种的汤吼会腐，苦茶油会腐。哎，按用糖稀落彩鱼姐，你后背还没就是改高人让你挤掉，高人，就他高人一点，高人一等，高人一点，高人一等哈，不要再站过去了。不要再站过去了，因为他刚刚把加上去都没有拿高，通通拿高。我毕竟不是空少嘛，但是因为你跟他讲锦油呢，你还用腐茶油，我就觉得你后面那个怎么没有亲自出马来参赛呢？你讲该让你挤掉的改掉。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不要背。应该同埋嘅東西，該種菜心、菜心，咩，
橄欖菜，一點菜，行啱，兩片都凍離開呢，都行啱啦。基本上處理主管都差唔多嘅，應該安樣做。啊，你等一下葉子，等一下不好评哦。葉子要放下去燙。誒，等一下，哦，應該葉子墊底嘅嗎？咩？瓊下都係炒，哦誒，要放下去。呢啲熟嗎？ ，neck 啊，neck 你看哈，应该啊，你是平江哦。冇咧，要嗎？誒，找啲個重點啦，好，來鹽巴，應該用椒嗎？冇愛冇朋友，哦，这个是摆盤嗎？擺盤的呀，七系列，七系列。謝謝啦，是給伯誒，煎的。這是有機的哦，有機的，誒，愛個導演一個做，沒有鴨哦。對，沒有呀，火會用什麼？火下台的，再等我，哎呦，我今天幫他開大火一點這。是你的小心肝哦。做了再練習無？做了2+200呢？呀，你老公看到主管上看到鬼呢？他現在整個人都是主房耶。對啊。這個是擺盤嗎？擺盤的呀，七系列，七系列。謝謝啦，是給伯煎誒，的。這是有機的哦，有機的，誒，愛個導演一個做，沒有鴨哦。對，沒有呀，有機，有機冇呀，哎，你要追信呢。最新的呀。那為什麼會用有機的？是你們家平常心？不是，愛個導演佢一個種，佢哋種該設置該一個圍起來，該種梁，所以佢該是射波放去壁嘅啊。係啊，你要追信所以所以出天。我學校一個主管用知道海草咧。還要下去哎呦，兩片冇用咯。大一點，大一點恐龍哦。大一點，大一點，來咯。好，來啦，來咯。哇，小心肝。你係馬莎？那你嘅小心肝係馬莎？係啊，要在節目上要去告白嗎？係嗎？係馬莎你有小心肝嗎？哎，小心肝，伯煎就在搶時間，他有動作不，要太有對耶。因為他們比較不會撈一下，撈乾，你們是不是快好了？對，對。哦，所以你該要做該便宜本哦。有阿那可能聽到是有。誒他在這一步就先落去入喉了嘞。那這樣子你們就快要好了啊。唔係好咧吧？啊，我可能點開我咧。莫停樓哦。唔會唔會，你啲片未好咧啊？好誒，好咧啊？阿媽啊他，們慢，摸火吧，火會用什麼？火下台的。再等我，哎呦，我今天幫他開大火一點這。是你的小心肝哦。好，空料海的哈，哦，神秘醬料，都放下去。蔥但係也是平常不看煮的菜一樣簡單的家常菜。家常菜。嘿，哎，這個放下去。你要哪種顏色擺那個為什麼這麼髒成品盤？而且呢，拍攝也係副色。應該是白色吧？應該白色哈。對啊。哦，個香氣出來了。來了。哇，而且烏醋給你偷，厲害。等一下哈，不用再等我們了，時間到，趕快關火哦。哎，就這樣，我們要去倒數了。好差不多了吧？好的了，好。時間到就要關火。好，好，好。現場馬上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來吃吃看那最本米館內不開料理卡真的咯。做主管呢，基本上我所有嘅客家人應該都會做，唔過你日嘅軟嫩哦，同葱油。先來吃吃看那紅脆嘅好冇？來來吃下紅腿的豬肝。但常用廚啊，用冬菇落件啲凍軟。你看哈，凍嫩，有脆嗎？咩東西？脆哈，脆。嗯，好，有脆哈。它個酸酸的凍好血嘞，彩玉姐跟玉琴車用盤呢？嗯，好吃。好血。讓你的做法就冇冇強用冇你知道。啲炒方法，係冇咁樣。但常用一開始你們去那個就是醃的那種鳳蟹是冇強用的。玉琴，你覺得呢？哦，我覺得就是比較清爽，
哦，对，听起来没有负担。你感是内脏哦。敢吗？哎呦，冻好。好，沙底下咧换蓝水咧哦。好，颜色上就冇中央哎呀，果然跟梅头下又辣。就感觉冇中央。它本来芥蓝菜香下是，哎，好酸呢。伊个油香，主管是讲无按切，啊崩脆有味道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蛮香的。你看到的金牛奶呢？洗牛奶浴。哦，他们家泡手用牛奶泡的。哦是哦，俺来煮狗狗冲牛奶，俺来煮狗母鸡呢比较像牛奶，口感就是冇中央。系啊，两位自家来拉票一下，那自家讲呀。来一个加油，加油甜甜，家下吼，基隆沙讲吼，做了在练习无，做了20礼拜呢。呀，一路讲看到主管上看到鬼呢。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主管面。对啊，煮狗面。啊，你龙沙嘞？我们也练习蛮多天的。难怪大家今天都长得蛮像。基本上可以就此宣布，在吃猪肝了。猪肝就吃到今天。我家下一开始的时阵，咱嘴得到系凉粉，风吹系热粉，到底最尾结果形容版呢？稍稍来看了。都带最贵美观升级我很用版呢，两位师傅风吹呛粉粉酥。4粉加上7粉，5粉。沙丁下来验证一下吼，到底敢会食品也系炒过，也系可能我有乜嘅消息出现呢？上好来了，来咯，蓝水抢粉粉数，5粉，杨嘞！没关系，我们听师傅鸟的字头。其实两片也炒主管动哦是，哈是正差一点点了风腿了片哦，俺冇本人过分的，有意思来讲哦，佢该配菜含冇梅头，该配菜做咧现炒，炒半给梅头，给主管含下落，因为今日主管的熟成度系拄好的，是正差是到该方便的。该配菜含冇梅头，啊第二片前讲加个油呢吼，佢该熟成度主管的熟成度冻好，还有加佢冻聪明又。加个芥蓝菜落去洗，一样是嫩的，一样是嫩的，嫩猪肝跟嫩的青菜哦，所以两片钱讲做了冻，是吗？两腿猪肝也是都是做的很棒，正冻软。啊，两片只是梅头又下烧过下烫一点点。如果你加醋的话，该醋的梅头做的更下多一点点，哎，让它的味道会更丰富一点。啊，两片呢，我觉得你牛奶如果可以提前泡，那个感觉又更不一样，嘿嘿嘿，对，就是稍微一点点差异。不过呢，其实要煮干料理没蛮简单，它中间真的很多的技巧，很多学问，太强要好起来。不过嘿，跟我们红队还是跟蓝队学习，希望太起干呢，分享了好戏，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今日呢成绩已經出來嘅，風吹總共得到嘅係5分，藍吹得到嘅係7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。好，藍吹從遊戲嘅時節是當為人，韓國吼答題就當為攤，韓國最尾咪當為做料理，實至名歸，做關鍵。風吹咩咁厲害啦？前1秒得到嘅係呀嘅日本手工鍛造靈紋鐵鍋，恭喜兩位！恭喜！一起煮菜，用它煮出来，然后我要学习煮的。先暂时不用煮那个猪肝，好，对。大家好，来問一下阿姐，今年哦來參加比賽，一開始會緊張嗎？來，有點。你還喊話嗎？你還唔會拿到獎金嗎？老實說，一開始就跟你拿着開場嘞。哦，那今天參加有什麼感想呢？我凍粉魚加兩隻。你為什麼一直給我一個反作用力呢？啊，我一直很努力幫我往下。往下。你參加了一家之主啦哈。按第5開始，我是讓我請嗰種妹妹的女兒說：哎，你拿到獎金哈，把這個3000塊分阿公加菜。阿公說。去加公加菜，然後就讓阿爸講啦，阿講阿爸。
我那都3000克的奖金，我帮伊嫁出哦，叫好。哇，做得哦，做得。恭喜恭喜！玉琴又买感想咯，也系又买不想对阿公来讲。阿公，我得奖嘞！阿公哦，平常时是看一家自主啊，对不对？当做一个娱乐消遣。对。你一下看到你梁沙去到节目当中，还得到总冠军，哇，冻沙皮咧！你想想阿公，你还气来讲，哦，应该孙女就是我孙女。去上头为伊老家结拜的吼，邻居啊都大概讲哦，叫爱孙爱妹那都3000克奖。哎呦，恭喜恭喜！哎，汉一拜带阿公 Q 哈了呀，比赛啊！阿公88了，我们最高有95岁的，错，阿公还算很有上年嘞。而且年纪越大还未走天哦。好啊，这样你了，你可以放我准备等你比抽。好，thank you 哦。好。上下来呢，先来分享到春菊姐老太分享一下了拜参加的心得。哦，你现在马上就唔是按紧张的。紧张的啦，按到姊妹老唔加油。对，很多姐妹跟我加油，真的，她每次都来试吃。我那个朋友、那个姐妹都来试吃，我煮的时候都来试吃。最近很感谢他们。啊，都是主管嘛，对，主管啊，我很紧张啊，会紧张啦，他们是紧张哎，对，还是那个3000块先借你拿，拿了就不会紧张。我预定了，还有婷婷呢，陈明珠小姐，对啊，说吧，可能感谢那个星星呐。星星，我们的指导员星星哦，星星指导员，谢谢。家政班的吗？对，家政班的指导员星星，谢谢星星老师。一行拜都有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来，真的很有心。下一次换星星自己登场。啊，我就马上跟他答应了。谢谢。对乡姐妹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吗？今天来呀上一家自主的节目，当神期。啊，看到主持人按帅、按斯文啊，明珠姐按假，然后天师，对，啊，然后跟天师看到都冇同样呢，真的，本人还当奖呢，谢谢。你梁沙今天的重谢粉丝然后观众，一个狗仓洞中妹就躺到，他说哈，怎么没有海带犬？就知道他从第1季就开始看。对，而且还会说怎么没有厨师帮忙？对。啊，那你和一拜过来，每一年都要来参加一次。对呀，多么重用哦，有机会，好，可以吗？有机会，下一次来做素的料理。好，有气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件是分感谢太七家一直对人力节目给支持，真的，我们是一个合家欢乐的节目，因为有老太太共斗，其实好做料理一件事情呢，最重要是嘛？用爱跟开心的心去分享的时候，每一道料理都会最沾到嘅大家都会一家之主。系啊，一家之主有所有来宾来参与吼，所以你都要将系先潮了解节目何况嘅主角，就系做菜主角系嘛嘅，就系大家对福卡应该爱哦，什么？大家向下来报名参加一家之主。唔错，一家之主呢，分享太七家哦，都下一季嘅时间呢，继续积极来报名参加，来组队来参加，等你来哦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拜，上来了，积极来报名了。